學習工作知識同埋了解懲教處最新嘅發展方向。香港自2000年起，再冇大型騷亂喺懲教院所內發生，近年再犯率亦持續下降。呢啲係各界持份者同懲教人員共同努力嘅成果。安全機械係懲教工作基石。而家我帶你了解有關範疇嘅工作。被告罪名成立，判處即時監禁。當法庭將罪犯交由懲教處看管，我哋就要履行安全機械嘅責任。為咗維持懲教院所良好紀律同秩序，我哋首要任務係堵截違禁品嘅流入，所以新收納嘅在囚人士都要接受一系列保安檢查。我哋另一大任務係慎防傳染病喺鐵窗內散播，因此處方制定應變機制處理高危個案。另外喺恆常清潔工作之外，又引入防疫科技，提升院所內嘅衛生水平。喺提供安全同健康嘅環境之上，懲教人員除咗照顧在囚人士衣、食、住、行各方面嘅需要，協助佢哋重建作息有序嘅生活之外，仲會因應有特殊需要嘅在囚人士制定適切嘅政策同措施，協助佢哋更好適應獄中嘅生活。Мне нужно знать о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х днях посещений. I need to know more about the visit. 監獄作為集結各類犯罪分子嘅地方，要妥善咁管理佢哋並唔容易。懲教人員每日唔單止要同佢哋鬥智鬥力、排難解紛，仲要應付林林種種嘅挑戰，處理各種突發事件。有事故發生，要求支援。收到，我即刻去。大家 ready 未？Yes sir。行動結束，相信你已經認識到安全機械嘅重點，可以去下一個環節。除咗基本工作，懲教人員仲會協助在囚人士改過自新。以下我會介紹更新工作。在囚人士由入獄一刻到釋放之後，懲教處會為佢哋提供全面嘅更新計劃，以協助佢哋重新改變，為重投社會做好準備。為咗配合社會需要同埋發展，各項更新計劃亦都不斷推陳出新，與時並進。其中，懲教工業引入各種新工種同埋科技，俾在囚人士建立良好嘅工作習慣之餘，仲可以學習嶄新嘅知識同埋技術。另一方面，懲教處提供各類市場導向職業訓練，安排在囚人士考取資格證書，令佢哋將來更容易揾到工作。處方設立立德學院，為成年在囚人士提供1年全日制應用教育文憑課程，幫助佢哋取得認可學歷，裝備自己。為咗加強更新成效，更新事務組人員仲會為在囚人士提供個人或者小組嘅輔導外，仲會進行罪犯風險與更新需要評估，從而配對合適嘅更新計劃同埋防範策略。臨床心理學家會因應唔同類型嘅在囚人士嘅需要，制定適切嘅治療計劃，照顧在囚人士嘅心理健康，並且幫助佢哋糾正偏差嘅思想同埋行為。懲教院所設有親子中心，讓在囚人士與年幼子女共聚，改善親子關係，從而鞏固佢哋改過自新嘅決心。
當在囚人士獲釋後，需要接受法定監管，監管人員會進行探訪，並且會提供適時支援，協助受監管者重新融入社會。為締造更佳嘅更新機會，懲教署致力同唔同界別嘅持份者建立夥伴合作關係，以擴闊網絡同埋加大力度，舉辦更多元化嘅助更新活動，從而協助在囚同埋更新人士重拾人生、重建家庭關係以及重獲社會嘅接納。聽完講解，相信你已經初步掌握更新工作嘅概念，可以進入下一個環節，努力啊！大家好，而家我會為大家講解另一個重點工作——社區教育。懲教署近年積極走入社區，透過懲教先鋒計劃轄下唔同嘅活動項目，向青少年宣傳愛護家國、奉公守法、遠離毒品及支持更生嘅信息。社區教育嘅發展，標誌署方採取主動，從源頭着手，減少罪案。喺推行社區教育嘅策略上，我哋善用部門獨有嘅資源，並加入更多體驗元素。好似面前嘅絲綢之路活動，就係讓青少年以第一身體驗在囚生活，從中深刻反思犯罪嘅沉重代價，減低誤入歧途嘅機會。當中嘅監獄任務活動項目，更進一步結合科技，讓參加者以懲教人員嘅身份體驗監獄管理同更生工作。此外，因應青少年嘅特性同溝通文化，我哋除咗善用網絡平台推動社區教育，亦突破性以音樂劇場形式取代傳統嘅座談會，並邀請網絡紅人參與，以別開生面嘅手法宣揚防罪信息。更生速遞係為小學生度身訂造嘅教育活動，署方安排教育宣傳車到訪小學進行教育推廣。懲教署成立青少年制服團體懲教先鋒領袖，透過栽培一班年輕領袖，協助喺社區推廣守法共融同助更生嘅觀念。青少年教育工作從來都唔容易，但係我哋會迎難而上，繼續以創新嘅方針，提供更獨特同有效嘅社區教育活動，為社會培育好年輕新一代，我哋未來嘅主人翁。社區教育嘅介紹完畢，你可以去最後一個部分。歡迎大家嚟到最後一個訓練策略發展。懲教署喺2018年訂立策略發展計劃，智慧監獄係重要嘅一環，當中包括4個系統。喺加強保安同監察方面，我哋透過科技提升保安水平，做到安全執法，同時保障在囚人士嘅安全。至於喺運作同管理當中，我哋應用創新科技，完善現有嘅工作程序，提升執法同監管嘅專業水平。我哋希望在囚人士做到自我管理，提升更新計劃嘅成效，令佢哋獲釋後可以適應外面嘅生活。關於強化職員能力，我哋發展智慧訓練，利用創新科技提高培訓嘅專業性同效率，務求培育知識型懲教人員。第一代智慧監獄喺大潭峽懲教所落實應用咗上述4大系統，為整個智慧監獄計劃翻開歷史性一頁。發展智慧監獄能夠提升管理效率，實行現代化管理，減輕職員嘅工作負擔之餘，亦都能夠提升在囚人士自由管理嘅能力，達至安全基管及適時更新嘅目標。嚟到呢度，你已經擁有基本嘅工作知識。謹記，我哋嘅任務係保障公眾安全，為誤入歧途嘅人領航，以及向青少年灌輸正確嘅價值觀。希望你能夠融合部門8年嘅經驗智慧同敢於創新嘅精神，努力與團隊同各界持份者一同為懲教制度未來發展開闢新嘅天空。